高庙公所跟建益公司合作，2年前就开始研发哈，最主要是我们的果皮削完之后随意乱丢造成环境的污染，还有农民生产出来的根茎叶，跟那个龙膜放在田土里面增加那个困扰。高庙公所这边特地请公司，经纪公司特别来研发，最主要是农民非常方便，跟公司研发，他会到农田帮他们取。最主要是那个 PE 膜从侧芽，开始栽种的时候，它已经隐藏在地里面了，它一直没有办法取出来，所以我们根茎叶在起合当中，把 PE 膜也把它翻开来，做一个分类，增加土壤的营养，减少土壤的温暖。凤梨收完之后，我们还要再搅碎。会请中根机下去搅碎，搅碎之后会有一些菌，里面还会发酵，发酵的时候土壤会有一些菌，不好的菌。等到要种植的时候，还要再多使用农药下去杀菌，不然凤梨种下去，凤梨的苗种下去会烂掉。因为像以前的话，你搅碎之后还要静置至少3个月到半年之后，你才这一块土地才可以再利用啊。一期的凤梨等于是以前要4年才能2收，现在如果能少了这个，它多了这个步骤，我们等于说3年多就可以收成，我们少了这个第一个租地的租金，再来少了用药用肥。凤梨叶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取出这些纤维，然后做成凤梨纤维。凤梨纤维可以做我们一些就是当成一般的纤维跟那个纺织类的产品的原料。粗一点的可以做地垫，细一点的可以做帽子、衣服，然后袜子之类的，还有包包等等产品。它的韧性会比一般的纤维好很多。我们可以做成一些我们的凤梨酵素的切片，当做饲料的添加物。其他的像这些那个酵素经过切片以后，经过粉碎以后，我们可以做成猫砂。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众所周知，凤梨是台南很重要的，也是品质非常好的这个果品。可是所留下来的农业废弃物，包括凤梨的叶、凤梨的茎、根，以及相关在田间的农膜，这些其实坦白讲都很困扰的农民以及环保单位。如果说把根茎叶打碎进入到田里面，要隔很久才能够分解，少则办180天，多则上1年也不一定。所以说，为了增加农民的农地的凤梨田的生产力，减少这个资源的弃置浪费及减少农药的使用，我们特别跟厂商合作，来这个引进最新的技术，能够把凤梨的叶子可以做成纤维，凤梨的根茎可以做成饲料，以及这个酵素的萃取。至于这个凤梨的叶子可以做出来的纤维就可以做成衣服，做成地垫，做成背心，做成非常多，这是非常好的麻类的纤维。因此呢，我想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而且能够减少农业废弃物，增加循环经济，而且可以让农民的收益增加，对环境更友善。双赢甚至是3赢的政策，我们还会持续推广，也希望将来配合我们的这个凤梨生产，那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受惠，也能够让我们地球永续贡献出新力。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6月7日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先来关心议会市政总质询。台南两镇比赛才拄结束，议员李宗仁所发现奖杯是中国制造的公版，电联正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奖杯商品嘛同款，甚至会员也佫互表示中国台湾批评体育局根本是矮化家己的国家。台南市对4月份办完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一直到最近零酒锦标赛，议员李宗仁关心周边的商品到底对来，不但零酒锦标赛的奖杯是中国做的公版，佮被选手批评甲过去的品质差真济，而且无特色，就连全中运周边的帽仔嘛拢是中国货。这个头套从中国来的，我们再放大一点，它上面写中国台湾快件，中国台湾这4个字你忍得下去吗？对此，虽然体育局坦承是申办厂商的问题，奖杯的部分
会伫1个月内要求厂商重新来制作。另外，议员嘛追求全中文，发予小朋友的吉祥图套、产品的安全性，甚至会文的标示中国台湾的快件，根本是矮化家己的国家定所失。要求市府依法爱来听取。对于失职的同仁，我们当然会有该有奖就有奖，该有惩就有惩。你说这个我们一定为了检讨，一定要觉厂商来好好的这个检讨，该罚的我们一定会找厂商来处啊。要求市府所有的单位以后对于包商跟这些厂商要严加的来审视跟检查。对酒杯到周边的商品无压定。另外，伫个衫的部分，虽然印有台湾制作，但内面却无打标签。对此，发展处虽然回应，工作服因为无流入去市面，无一定爱打标签。但议员认为，依照政府的采购，还是要符合商标法的规定。对此，市长嘛回应，标签的认定未来会严格来看待。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接续议员郑志杰主要关心东区重大公共建设，其中营民之家的第30个家庭28基地，议员希望会当伫市长任内定案开发。议员郑志杰表示，市政是延续的，身为民意代表，更加应该监督市政的延续来努力。议员依着原营民之家的签刷，对伊的父亲詹顺良，伫个民国102年。伫个议会来提案，一直到现在，经过12档总算签刷并且拆除，这块占地大约5.5公顷，包括第35市地中划以及停20地停车场的用地。议员建议市长的任内爱尽速来定案，希望纳入东区的公所、户政、家庭活动中心等的目标来使用。从农家迁移到现在的规划，您知道这所有的过程吗？你清楚了解吗？可能不完全，不是很完整，但是我知道我的就您当选之后我们的这一段。希望呢，在你我任期之间呢，我们可以为台南市留下一点什么哈，让这个市民朋友哈可以津津乐道。除了关心东区的重大建设，另外伫个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火车站前的广场规划甲着交通，议员嘛认为应该来提早因应，尤其附近的大楼，除了外观的拉皮，嘛要注重城市的美学甲着美化。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台湾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台南市虽然伫5月23公布药局贩售快筛名单，也阁实际调查所发现严重欠货。议员陈义丁、市政庄志顺就关心卫生局的相关配套措施敢有做好，除了呼吁市民赶紧注新冠疫苗，嘛要求市府强化防疫准备。台南市花开伊市长黄伟体甲局处首长崔安挂条条，因为新冠疫情搁加悬，尤其讲日节拄过，确诊人数持续增加，各县市纷纷提出应对措施。议员陈义丁伫总之说，除了关心卫生局的防疫配套，实际调查更发现快筛竟然严重欠货。其实，即便是这个有快筛地图，其实大家看完之后，其实还是会买不到。那我们刚才又确认了一次，今天是礼拜3，刚才打完哦，再打这3家有到货哈，那其中有1家只剩下1支，好，那其他2家哈，只剩下1支哈，你看只剩下1支，很珍贵的1支哈，这是快筛，很珍贵的1支。那其他2家问说你要不要登记？你不登记就会抢光光，所以。还是很缺哈，所以这个快筛的部分到底怎么处理？因为这个上游是一个量产哈，是。那这个量产的部分，现在在卫福部他们都已经说，已经要求这个快筛试剂的这个几个厂商，那他们是说到这个礼拜的话就可以增加，比如说121万剂，是。好，那到底这个增加的速度能不能跟民众的这个需求搭配起来？因为就像那个很多讲说啊，你得赶快登记。对。我们自己的同仁，其实我们每天中午也会在我们附近的连锁，也会去看看说，哎，到底有没有？但一定呼吁市府全面检视市内的医疗甲防疫资源，
套生应用可能出现的疫情高峰甲医疗压力。卫生局虽然伫部立台南病院、新营病院等4间公立病院加开新冠特别门诊，准备好抗病毒药物，让民众安心就医。也毋过注疫苗的时段，也阁爱协调。想要打疫苗，那他想要去卫生所打疫苗，是那1个礼拜打几天？我们卫生所的话就是1天，他就是像他是在安南区，他在安南区，他其实就是1天。然后一个上班的时段，那对他来讲，我在上班啊，而且只有一个时段，我其实要打不方便。他希望是不是能够加开一些疫苗可以施打的时段？那个打疫苗的话，其实我们有个预约的平台，叫做台南打疫苗。我知道。事实上，你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不只是卫生所，还有更多的诊所，都有提供这个疫苗的服务。那有些民众他就是喜欢就近去卫生所啊，他就在卫生所旁边，他就想要就进去卫生所。可是当他觉得这个时段上没有很不方便，就会影响他这个打疫苗的这个意愿，然后。这波疫情威胁未当轻忽，市府将强化防疫整备，加强宣导落实防疫工作，守护台南市民的健康甲安全。台南新闻林杨淑怀采访报道。有一名81岁妇人，只要拍骹手笑真大力，就出现喘尿的状况，造成生活困扰。最后到基立病院进行就医，医生利用尿道水凝胶填充系统注射手术，短短10分钟就解决。女性泌尿系统与产道接近，若是多胎自然产，到了一定年纪，时常会出现尿失禁的情形。医师表示，只要是打喷嚏、大笑或者是尿憋不住，有可能就是应力性与急迫性尿失禁问题。应力性尿失禁指的就是病人就是在咳嗽啦、大笑啦、肚子用力或做一些激烈运动的时候，像深蹲啊，然后搬重物的时候，尿会不自主的漏出来啊，这种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应力性尿失禁。那至于说所谓的这个急迫性的尿失禁，它指的是说，当你有一个尿意感，这个尿意感没有办法压下去。马上就要去解尿，在还没走到厕所，尿就尿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急迫性尿失禁。奇美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李高汉表示，尿失禁对许多女性而言是尴尬又难以启口，很多女性长期隐忍，不愿就医治疗，使得求诊率偏低，长期下来造成重大的心理压力与社交障碍。李医师说明，尿失禁大概分为应力性与急迫性尿失禁2种。目前治疗改善，除了可用药物以外，也可借助骨盆底肌肉训练，搭配生活形态调整。对于症状严重者，也有手术可选择。急迫性尿失禁，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像是膀胱过动症的药物来做治疗。那如果传统药物治疗还是没效，那我们的医院的话，我们有一些所谓比较没那么侵入性的治疗方式，比如说这个所谓的电刺激磁波仪或者是这种叫做激动仪，可以让这个尿道括约肌变得比较紧实，然后比较不会漏尿。如果在做了这种比较没有侵入性的效果还是不好，那病人就可以考虑采取比较侵入性的治疗，包括说我们这个所谓的阴道雷射手术，或者是做这个所谓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长效型的这种尿道填充物的注射手术。注射填充物之后呢，它可以让这个尿道的这个括约肌的里面的这个组织呢变得比较紧实，然后和降低病人后续发生这个尿失禁的机会。目前最简单、快速且侵入性不大的治疗，就是透过尿道水凝胶填充手术。透过注射填充物紧缩尿道，不但手术时间较短，且恢复也较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有一种病，儿童脑炎相当罕见。新台病院医生表示，这种病大部分发生原因不明，有一部分甲中枢神经感染相关。这几档研究发现，自体免疫抗体攻击神经细胞，会引发脑炎。透过报道，带你了解。
台南有位5岁女童，因为行为改变变得易怒，有时甚至不说话，精神反应也异常，来到成大医院检查，经过医疗团队评估，怀疑可能是儿童自体免疫脑炎，随即抽取脑脊髓液检查，确认是抗 NMDA 受体脑炎，后续展开类固醇以及免疫球蛋白为女童治疗。这些疾病比较困难诊断，所以在我们成大医院，我们会透过脑脊髓液检查，透过一些特殊的检查来发现脑脊髓液里面的抗体。当我们诊断自体免疫脑炎之后，也会给予病人适当的免疫治疗。在免疫治疗之下，80%以上的病人可以恢复得不错。陈立文医师表示，儿童自体免疫脑炎某些症状与精神疾病难以区分，若没能及时诊断治疗，最严重时有1成的致死率。这样子的脑炎刚开始的症状与精神疾病非常难区分，病人可能会以视幻觉、听幻觉、情绪障碍，甚至以缄默症来表现。如果没有及时诊断治疗的话，这些孩子可能在3、4周之后就进入自律神经失调期，心跳停止、不呼吸，需要儿童重症加护病房照顾。陈立文医师说明，自体免疫脑炎是一种神经免疫疾病，体内抗体误认神经元为外来物，进而攻击中枢神经所导致的脑部发炎反应。儿童自体免疫脑炎症状特异且多样，若未能及时治疗，约1个月左右可能面临危及生命的严重症状。然而，只要在初期正确诊断并给予免疫疗法，可大幅降低进展为重症的风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桃园路中南崁地区有一间小小的甜点店，卖济口味的肉桂卷。头家娘也阁是一名罹患肝症的病人，虽然有控制家己的病情，但毋过伊还阁有心愿，还阁无完成。做伙来看报道，听伊的故事。将发好的面团放在工作台上，用擀面棍慢慢的擀平，涂上自己调配好的肉桂酱，再放上煮好的苹果片，准备制作可口的苹果肉桂卷。进去一样要再让它醒30分钟。小小的骑楼下散发出浓浓的肉桂香，也吸引不少民众上前一探究竟。在南崁人社团看到那个讯息，然后很多人买，然后很多口味，就想说来尝鲜。口味就到地了，就是不会偷工减料，因为你知道有的那个做的那个成本上来讲，他没有考量嘛，所以他的东西没有那么实在。这间位在南崁的小店铺卖的不只是肉桂卷，还有单亲妈妈的抗癌故事。就是它的工序繁琐啦，所以如果说一般在家里，他不是说想做就可以马上做的。原本从事室内设计的主厨妈妈，5年前被诊断罹患乳癌末期，当初被判定活不过几个月。虽然忍痛放弃工作，但为了养活小孩，心念一转，做起自己有兴趣的烹饪，但是却从最害怕的烘焙开始。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当我觉得我还没做，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是很难的时候，我就不太敢尝试，然后就觉得那个很难，我应该没办法做。我第一次就烤那个重乳酪蛋糕，就很小心翼翼的啊，拿书啊在旁边一面翻一面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照着做，cheese蛋糕都毁了。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很挫败，第一次这样我很挫败。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我再仔细看书，它是有注明说这个问题的。那我就觉得哇，那是第一次自己就是没有仔细看仔细，所以第2次。我觉得不行，我的个性就是挑战失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我就再做1次。然后那时候成功的话，就是那时候就大成功，然后拿去给朋友吃，他们就觉得哦，这去哪买的？我说我做的，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惊讶，就说不比外面的差。那我就想说，好，那这样子我更有信心。本来是要在网络上给人家预定的，因为年纪大，其实这个都不会，网络这个 FB 都不会摸，叫小孩子帮忙，他们又读书啦、工作什么的借口就不帮我，所以就放下，然后我就自己在家又慢慢，就是在家又慢慢做各种的东西出来这样。靠
着食谱以及网络影片，主厨妈妈逐渐成为业界好手。除了肉桂卷，这里还有超人气的布朗尼。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开发出多种口味，还加入明太子，研发出甜中带咸的口感。咸的，因为有些老人家他会觉得肉桂卷那个太甜，那常常来有老人家来买，就会说，那个肉桂是咸的、甜的，我就说甜的，他说会不会太甜？我说肉桂本身是比较甜一点，那他们就会失望离开。那我就想说，我还是研发一些老人家也能吃的，所以才想那用那个明太子好了，所以我就自己在研发做明太子，然后自己吃觉得真的很好吃，所以我就又把它推出明太子这样子。然后他做这些点心，然后客人有时候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然后跟他聊天，后面都变成朋友，他在这边就蛮快乐。对他这样病情，我觉得是有帮助。对，因为不然他以前的话都自己在家，就没事做就会乱想啊，然后现在在这边就还蛮快乐的。有纪念卡吗？没有，好，来给你一张。女儿也很支持妈妈的工作，因为做得开心，让病情获得控制。好口碑也让生活有了不一样的改变。未来主厨妈妈还有宏愿，希望打造就业平台。当我做好了以后，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就是比较弱势的一些妈妈、妇女啊，他们因为小孩或什么没办法出去工作，那让他们能够有个小摊子，聘雇他们，给他们薪水来雇，那他们也可以带着小孩，就是因为有一些你工作的职场，他没办法，小孩小，他没办法带着小孩工作的，所以就会造成家境又更困难。那我希望说，这样的环境，他能带着小孩一面工作一面赚钱，这样子。待会给你一张。靠着信仰走出低潮，透过兴趣稳住病情。主厨妈妈志不在赚钱，而是想在有生之年开创自己的人生新业。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规律运动习惯，台北市卫生局推出为期5个月的2025台北健走曲系列活动，完成指定任务，就当抽奖活好礼，奖品总价值超过30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22年报告指出，缺乏足够的身体活动及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健走是 WHO 推荐最容易实践的身体活动，也是台湾民众最常参与的运动。台北市卫生局结合智慧科技及集点赛制，推出2025台北健走去系列活动。设计4大任务关卡，民众于活动期间登入活动平台，完成任务集点，就能兑换超值商品礼券。那民众只要在我们这一段的一个活动时间，那登录我们的活动平台，还有使用我们的一个 APP， 那就可以完成我们任务的一个集点，那可以兑换我们超值的一个商品礼券，还有一些健走专属的一个抽奖，还有分组竞赛的一些活动的一些礼品。那我们有4大挑战，那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我们在5月19号会开始2项的一个挑战赛。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问答挑战赛。那我们的问答挑战赛主要在里面会有一些健康体位、饮食的一个问答。好，那我们只要答对相关的一个题目，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钻石的一个兑换。好，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在5月19号另外一个加码挑战赛的部分也开跑。那这个部分是结合我们台北市的一个台北大众走跟壮骑台北的一个活动。那只要民众参与这些活动，那获得我们市府的一个证明的话，那上传也可以达到钻石的一个累积。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在9月16号的2项的一个活动。好，那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台北寻宝趣。那这个部分，我们台北市有49条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健走步道。那我们可以透过在这49个步道里面走，那来搜寻我们的一个谷物宝宝。好，那完成全部的一个活动。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就是也是一些累积我们的钻石的一个获得。那我们加码我们台北走透透的一个挑战赛。那只要完成我们12区寻宝路线，每一区至少完成1条。哈。那完成我们12条的一个健走路线的一个活动，那可以获得我们限量版的谷物宝宝毛巾哦，非常可爱。好，那另外
第4个任务就是我们的轻松趴趴走哈。那我们轻松趴趴走是采分组竞赛的一个模式，好，那我们就分成成人组，那我们成人组就是19岁以上的成人，好，那另外儿童跟青少年组的部分是我们18岁以下的，就是青少年儿童来参加。那另外我们还有个团体组哈，就是5人以内。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组竞赛，让全部所有族群的民众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只要将健走融入日常生活，从每次10分钟累积做起，走到有点出汗、有点喘，就已经达到健身目的，预防慢性疾病及舒缓压力。第一个口诀就是抬头挺胸缩小腹，第2个口诀就是双手微握放腰部，第3个自然摆动肩放松，第4个迈开脚步向前走哦，我再连续做一次：抬头挺胸缩小腹，双手微握放腰部，自然摆动肩放松，迈开脚步向前走。去年我参加活动的时候呢，我只要出门，不管是散步或者是出游，那我都会打开那个健走 APP。累积所谓的健走里程，那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因为在去年活动之后呢，我除了每周的健走班之外呢，我也养成了我每天只要有空，我就会出门走一走，然后打开这个 APP， 对，它累积20万步、30万步就有优币，那我很高兴，我已经拿了200多的优币了哈。那非常期待今年的健走开始，因为健走以后，我的身体健康真的获得很大的改善。2025台北健走趣系列活动自5月19号起为期5个月，由问答挑战赛、加码挑战趣2大任务率先开跑。6月中邀您在台北市49条健走路线寻宝趴趴走，各项活动皆持续到10月19号，月月有惊喜，抽奖不间断，奖品超过数百份，总价值30万好礼。相关讯息可上活动网站查询。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7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保庇哦。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